市面上大家應該有聽過好多身心靈或者成功學導師會同你講，你只要想像個結果，決定咗你想要咩結果，過程就會自己顯化出嚟㗎啦。喺度好想坦白同你講，呢種講法可能就係點解你現實仍然未改變嘅盲點。今日同大家逐一分析下，如果齋靠坐喺度想像一下就可以改變命運嘅，咁點解日日望住願景板，日日 set 咗好多唔同嘅目標，5年、10年過去，你想要嘅結果應該會發生啦，但係點解反而未有改變？現實仍然遇到差唔多嘅困局、內耗、迷失，因為我哋嘅大腦習慣淨係享受結果帶出嚟嘅着數，但係拒絕為呢個結果或者當下做出相應嘅意識改變，徹底要改變舊模式，帶嚟嘅係痛苦，所以好容易理解點解大多數人寧願沉醉每一日祈求唔同嘅願望，多過願意花時間面對真正底層意識根本嘅問題。我呢集就係要用切實嘅商業邏輯同埋大腦科學，幫你拆開呢個發白日夢嘅幻想。呢部分我引入 Elon Musk，解讀一下佢厲害嘅地方，從來唔係因為佢坐喺度想像火星，而係因為佢將意識裏邊鎖定咗佢要嘅結果。佢建立咗 SpaceX 啦，將過萬個嘅物理學公式、推進力嘅數據、材料學嘅問題，反思為用隨錯方式一一咁樣去拆解。佢承受緊一啲普通人冇辦法承受嘅痛苦，進行咗一啲好極端嘅理性計算同埋高強度嘅執行力，寧願早啲親自面對問題嘅核心，唔在於淨係研究點樣成功嘅方法。呢個正正就係我身份意識重塑遊戲系統裏邊做緊嘅嘢。講解下喺我遊戲系統裏邊咧，我係唔會陪大家咧沉醉喺一啲好空洞嘅願景裏邊嘅，亦都唔係一個普通嘅線上課，而係一個幫你咧建設大腦身份意識嘅系統。咁成個框架啦，裏邊有好多唔同嘅單元去組合而成嘅。而喺我設計嘅系統裏邊咧，係有非常清晰嘅流程嘅，每一個階段咧都有唔同嘅單元。我大概分享少少啦。第一步咧就會拆解你大腦底層意識，睇清楚你依家運行嘅身份。第二步咧就係將你想成為嘅全新身份，即係嗰個結果，配合分階段嘅遊戲啦。第三步就係好似肌肉訓練一樣，喺日常嘅小事嗰度，又係配合我哋唔同嘅遊戲，強行去改寫嗰啲恐懼匱乏嘅舊數據，重塑翻你想要嘅新身份。大腦其實係一部可以設定嘅機器嚟嘅，但係佢唔識聽重複嘅口號，佢只係相信你現實中行為嘅數據。如果你唔願意面對大腦嘅意識去改變，去承受肌肉訓練嘅辛酸，重寫嗰啲一遇到挑戰就想逃避，遇到錢就想退縮嘅舊數據，你鎖定再多願景或者結果，都只係寫緊同一部失敗嘅劇本。我設計呢個遊戲系統咧，係希望咧喺呢一個好似好自由，但係又有好多人其實困喺自己牢籠嘅世代，俾一套理性可以靠你自己掌控，從內在意識破局嘅工具。不論係古老嘅智慧定係現代嘅腦科學，底層只有一個鐵律，就係當你信念大到一個點，你現實想要嘅結果就一定會出現。如果你根本唔相信，只係想等奇蹟高階嘅課程，都係注定失敗。但如果你都受夠呢啲內耗啦，想親手切斷呢啲有毒嘅意識，重新重塑一個新身份，我呢一套身份意識重塑遊戲系統設計咗一份大腦底層系統前測，網址咧就喺我個 profile 嗰度，大家可以用3分鐘試玩一下。我哋下期見，借腦升級。